各位同事大家好我是安云林病院的营养师，我叫苏玉静，苏玉珍，毋是苏玉珍哦，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是我的健康餐盘，因为即摆大家中昼可能拢咧食饭啊，毋知有食饱无食时是大家人三顿拢会食的物件，有当时按要食啥物物件是食啥物对咱身体甲健康是足重要的即摆来。要上头前要互大家分享的是即个相片，即个相片内底伊内底有放青菜、水果，搁有牛奶，搁有安尼鱼仔肉甲饭即类的即六项，即六项是会使互咱有啥物帮助我先互大家看一个影片有当时按拜六礼拜家己伫厝的时阵，可能家己外口买物件食，有当时是买卤肉饭有当时买安尼肉羹面其实真内底的物件拢无啥物青菜甲水果，伊内底油甲盐，搁有安尼饭类的较济，这会互咱会变做大块以外，搁会血糖伤悬你看像我食的物件，卤肉饭伊的主食类饭搁会较济寡，搁来就是安尼米糕嘛是共款油甲盐较济，毋过青菜嘛较少，搁互大家要一个就是即个牛肉面你看伊干煮安尼牛肉，搁有汤，搁有面尔，伊嘛无青菜，搁伊的热量搁要1000大卡所以有当时按食的物件无胶全的时阵，带影片其实要互大家讲的是，迄个大块的迄个阿伯伊来迄个安尼社区食饭，毋过伊看起来大块大块，毋过伊有臭喙边，搁有当时定定会乌青，医生讲其实伊是欠营养，叫欠 B12、B 群，搁有欠维他命 C 会较济寡，所以伊物件虽然食有饱，可能食卤肉饭、食肉羹面，毋过伊无食胶全的话，有当时营养素无顾着，嘛是会互咱的身体拍歹去好，歹势呢，今仔日。甲大家安尼，今仔日头前有一个图就是安尼营养密度。我毋知影大家会想要跟倒手边，还是正手边因为通常按会想讲，按正边的物件食了较方便，而且伊可能计数较俗，所以有当时个会买食的物件来食。其实伊共款热量卡路里拢是250卡，毋过倒手边伊的营养素是有较济包括伊内底有青菜、小黄瓜，搁有安尼肉类，毋过正边的伊其实就是安尼油甲盐较济，搁有糖会较济尔所以才会想讲，大家若讲要食胶全，有一个足重要的代志，就是青菜、甲水果爱有顾着其实食食的部分，就是爱做预防啦就是因为阮进前有做减重班减重班迄个差不多人数有50几个人减重班伊其实第一个月的第一天，阮总共有2个月，第一个月第一天，阮有互大家抽血，包括安尼血油血糖的部分拢有甲伊抽然后伊2个月以来，逐礼拜拢来看伊的食食，伊有记录搁有来运动。后尾2个月以后，搁来抽一干伊的血油甲血糖的部分。即个学员伊个是拢无靠食药伊当开始第一天的血油三酸甘油酯248，后尾靠安尼食食甲伊改变，搁有安尼运动，伊降到剩差不多75，这三酸甘油酯标准差不多150以下，伊毋免食，伊无食药佮降低第二个嘛是共款，伊本地第一天来抽的时阵伊的三酸甘油酯258足悬的嘛是靠食食甲运动尔伊降到123降到135，总共降了123这代表是啥物？其实食食就是按预防跟预防医学啦就是讲当未破病的时阵也是讲有当时有一些三顿要食的时阵佮爱顾胶全三酸甘油酯其实最重要就是安尼主食类的物件。
比如讲番薯、金瓜、蚵仔遐个物件，咱可能量爱注意吼。迄其实甲油无共款吼，迄是甲胆固醇的部分是无共款的。所以讲甘油脂甲甜的物件，比如讲爱食饮料啊，爱食鸡卵糕遐个物件，较有关系吼。食是改变一下，其实咱的抽的报告会足水的吼。这是咱最近的国民营养调查的报告啦吼，伊遮有写讲，咱大部分吼19岁到44岁的人，伊90%的人吼，牛奶是食无够的吼，牛奶食无够的时阵，钙质就会无够，有当时就是互咱的骨头吼会受伤，所以按少年的时阵食无够，老的时阵钙分无够，个有当时骨头会较挤去吼。你看哦，搁有就是我毋知影今仔日大家有食水果无吼？对中昼到透早到即摆，伊有发现讲吼，甘珠5成要6成的44岁左右的成人吼，伊的水果的分量一工有食到2份吼。2份就是安怎叫2份？家己的拳头拇大细吼，比如讲我的拳头拇是安尼的大细，差不多就食2个拳头拇的粒。囡仔的较细的，就是食较细粒安尼。查甫的伊的拳头拇较大，就是食较大粒安尼吼。你看青菜的部分，甘珠差不多2成的人，伊有够讲一工食3份，伊的意思就是讲，伊的一份差不多就是半碗，阮兜的肥仔碗半碗，所以想看卖吼，对今仔日透早到即摆，安尼水果有食着无？青菜有食着？安尼差不多阮兜的肥仔碗半碗到1碗的量无？我今仔日早时若讲食一个馒头吼，中昼甲迄同事做伙订迄大面好啊，其实我的青菜甲水果拢无食着吼，家己爱看卖因为食是毋是讲像药啊共款，我一工、2工、3工的营养素无够，第4工就破病，毋是，食是差不多拢是足长期的，差不多半冬、1冬了后，你会感觉家己较虚哦，甲到感冒，还是讲甲到破病，迄个时阵才知影家己的营养素无够吼。你若讲超过45岁到64岁，伊嘛有做研究吼，发现讲有90%的人吼嘛是牛奶无够吼，所以对伊国健署建议讲吼，安尼牛奶的量吼其实会使啉寡吼，搁有水果，搁有青菜的量拢无够吼。拄则迄个影片是要互大家看的目的，就是讲即个人有当时人看起来大箍，无一定就是伊是营养有胶转，伊大箍其实就是伊食有饱尔，无代表维他命甲矿物质有够。像伊内底个有写讲吼，伊有臭喙角，搁有安尼边会定定迄流皮安尼，迄个是代表伊缺乏维生素、维他命 B2 吼，搁有定定乌青定定容易个乌青，伊就是缺乏维他命 C。其实真内底就是安尼柑仔类的，搁有奇异果迄种的物件，维他命 C 上济吼。嘛甲伊讲伊的闭结啦，所以伊的青菜水果真正是无够吼。好，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即个啦吼，我的健康餐盘，伊内底就是有6个口诀。第一个就是每工早暗吼一杯牛奶吼，牛奶的部分拄则讲嘛，90%的人拢无够，所以补充钙质是足重要的。过来若血压有悬的人嘛是会使嘛是知影吼，因为钙质会使互咱的血顺较好，嘛会使改善咱血压的部分吼。所以国健署伊第一句6句内底第一句就是甲大家讲，牛奶上好是每工早暗一杯。若讲食牛奶会腹肚无爽快的人，你会使食酸奶，就是优酪乳迄种的，因为伊已经发酵所以伊内底无乳糖，腹肚才袂讲无爽快。第二个口诀伊就是讲每餐按的水果会使像我拳头遐大安尼，因为按的水果内底有维他命 C， 佮有纤维。伊若讲有食着有够的话，伊有当时纤维会使。你若油食伤济，胆固醇食伤济的时阵，伊会使主动按胆固醇的吸收，帮助排便，互咱的血油控制较好寡。第三个，伊就讲菜爱比水果较济寡，是安怎？是因为食起来有当时水果是毋是食起来较甜寡？青菜
食起来较无遐甜，吼，因为安尼水果本身就有水果的甜，伊若食过量的话，会影响着安尼血糖，佮有安尼体重。啊，青菜的部分，伊其实拢是纤维，吼，啊，纤维的，佮拄仔讲的，会使对安尼血糖啊，佮安尼血油的控制有帮助。所以青菜的部分爱比水果较济寡，吼。啊，佮有讲哦，吼。饭甲青菜爱共款济，这足重要诶吼。像我拄则我看，互大家看肉羹面，也是讲安尼米糕，也是讲安尼卤肉饭，啊，佮有安尼牛肉面，伊其实内底拢无啥物青菜吼。啊，所以伊内底有足强调，就是讲，你若食一碗饭诶时阵，上好是食一碗青菜，配一碗青菜内底安尼。过量的物件，比如讲血糖的部分，食面粉类的淀粉类会较悬，所以爱用纤维较济物件甲伊缀掉的吼。啊，第五个就是豆腐、鱼仔、卵肉，吼，啊一手心，手心就是差不多安尼手安尼一块吼。是安怎？是因为有当时啊，尤其是哦，伊个有顺序哦吼。安尼豆腐类的，伊内底较无胆固醇会过滤，所以你若讲要紧的话，卵白质的部分吼，豆腐会使先紧，过来就是鱼仔内底有鱼油，甲是卵，甲是肉。啊是安怎？是因为这四项内底拢有卵白质，卵白质会使互咱预防肌少症，筋肉甲袂松去。佮有你若讲有空喙的话，伊嘛会较紧好。卵白质无够的话，伊空喙较拗好，抵抗力甲会较虚吼。啊，所以伊才有写讲，按上好一顿就是卵、豆腐、鱼仔肉，甲有一手心无。即摆讲的就是会使家己看家己的便当内底敢有食的物件无？你的便当内底有青菜无？还是讲青菜甲饭有共款济无？啊，便当内底有鱼仔肉吗？吼，啊，过来哦吼，第六个考决就是讲，叫咱逐个吼，经过会使一茶匙啦吼，差不多这。我感觉淡薄仔少吼，一顿的量就是差不多土豆3粒尔。我定定伫门诊的时阵，听迄个病人讲，这哪食有够亏，伊毋单食土豆，伊搁食土豆汤啊吼，伊的量过过量安尼。啊，郭健士伊甲大家建议讲吼，一顿是差不多食坚果，差不多3粒到5粒。是安怎？是因为内底有一个不饱和脂肪酸，吼，伊对咱的心脏血管有够有帮助安尼。啊，通常。我问着拢会过量啦，所以我会甲大家建议讲，安尼伊讲一顿3粒嘛，差不多一工就是10粒嘛。你若今日无食，你个留伫明仔后日。比如讲我3工才食一工，我一工会食20粒到30粒，我感觉安尼嘛是会使吼。啊，莫食土豆汤啊，安尼个伤甜啊。吼，啊这互大家参考啦，因为后壁遐个会甲因为。我发现讲按影片吼，跟声音可能无啥会出来。啊，这主要嘛是我拄仔讲解的遐物件内容，就是我拄仔讲的遐吼。啊，是安怎有餐盘即个物件出来？主要就是有即个像我亏心，这叫做每日的按食食的要安怎食吼？你只要遵照食的方向食，其实健康。个会使保存起来吼。伊第一个，你看伊即个亏损的度，面积上大的，就是即个全谷类的物件，比如讲按遮的番麦啊，番麦一岁等于一碗饭哦吼。番麦啊、金瓜啊、番薯啊吼，即种等于饭的额吼。所以你若讲有当时下晡时，阮兜有当时会撒迄番麦来食，我暗时的饭佮爱减半吼，因为这个是有影响伫咱的三酸甘油脂甲血糖的部分。食起来基本上啦吼，食起来松松的物件拢是叫做饭即类的吼，淀粉类。比如讲这青豆仁，像迄俺毋是有当时迄便当店拢有迄三色豆遐的物件，食起来松松的拢叫饭。金瓜、番薯食起来是毋是有松松？佮有哦，红豆仔、绿豆仔、薏仁。食起来嘛是松松，所以红地豆，吼伊嘛食起来松松，所以这种叫饭的额，伊毋是青菜哦吼。啊，伊6项内底，除了安尼全谷全谷类以外吼，倒手边有青菜甲水果，正手边佫有鱼仔肉、豆腐、牛奶佫有油吼。啊，倒手边的部分，青菜甲水果，伊个应该有听过天天五蔬果啦吼。青菜的部分差不多一工，差不多爱食3份啦，3份就是讲按兜的肥仔碗吼，上好是2碗。较有标准啦吼，一碗差不多2份啦，2碗差不多个4份的青菜。吼啊，水果的部分拄仔个讲的一个拳头无的额，差不多是一顿的额。啊，青菜甲水果要食啥物色的吼，其实伊全部有7种色，你拢会使食。红色吼，比如讲安尼
tomato 吼，柑仔色像安尼。菜头红菜头吼，黄色像柳丁有维他命 C 吼，青色像安尼青菜内底有钙质吼，红对。茄仔色吼，像安尼葡萄，也是讲安尼茄仔，伊内底有花青素，像花共款水的。所以你若有斑的话，也是讲你感觉家己的皮肤较撩的话吼，会使食较茄仔色的物件吼。乌色的像安尼菇类，佮木耳，迄内底有多糖体，伊会使抗安尼癌症吼部分吼。白色的像蒜头啊、红葱头遐个物件，伊会杀菌吼。所以要食啥物种的青菜水果拢会使，只要你的色有较济，营养素就会较济吼。正平则就是有拄仔讲的嘛，会使补充安尼蛋白质吼，预防安尼筋肉伤松去。过来就是牛奶补充钙质，佮有遮坚果类安尼吼，爱鸡爱啉茶爱啉爱运动。因为即个亏肾的度吼。就是有人反映讲，你安尼甲我讲，我是到底是要安怎食？所以才会发明即3、4档吼，伊个发明即个餐盘，甲迄6项物件放伫浸内底。吼就是拄则讲的牛奶的部分，一杯吼，早暗一杯，一杯差不多2-5安尼。你若会落屎的话，就是可能会找迄酸奶，就是优酪乳迄种的。第二个就是水果拳头大吼，水果一顿吼，上好今仔日中昼仔袂食的，等会使去莱尔富买一支香蕉来食吼，还是去对面倒落的迄个水果店买一个吼，因为水果营养素嘛有够，嘛有介好吼。青菜爱比水果较济寡，因为青菜的淀粉较少吼。饭甲青菜爱共款济。你今仔日若是中昼订的是卤肉饭，还是大面，还是肉鸡面，爱个无青菜，爱去叫一个烫青菜吼。过来第5个就是卵豆腐鱼仔肉，爱一种心，补充安尼蛋白质，抵抗力较有。第6个就是讲坚果，不饱和脂肪酸的物件，对咱心脏血管会袂歹，嘛会使补充安尼吼。好，遮个有特别强调的啦吼，安尼青菜甲水果比起来，青菜爱较济寡，上好食迄个按着时的物件吼。啥物青菜较好呢？吼，拢会使。即种像敏豆啊，还是花菜啊，还是菇类的拢会使。爱会记的，伊的量一定爱比水果较济寡。有的人要减肥，拢用水果来代替安尼饭，其实因内底拢是有淀粉的物件吼。基本上青菜是较无的，吼，纤维较有够。过来拄仔讲的饭甲青菜爱共款济，毋过伊的饭伊才有讲哦，按遮的芳啊，还是米粉做，迄拢叫做已经加工过，迄其实内底营养素无够。伊有讲上好是吼1/3是全谷类的，吼，全谷类的就是讲，比如讲按遮的番麦。番薯还是糙米饭，迄拢无加工过的物件，原来的物件，迄对营养素较有够，对咱的身体健康较有帮助吼。毋是讲按遮的馒头啊、芳啊，还是面啊，迄其实已经加工过啊吼。伊有强调，就是讲爱对迄无加工过较好。全谷类吼，拄则讲过，食起来松松拢叫做饭吼。所以比如讲昨暗顿，阮大家有煮一个皇帝豆汤，皇帝豆讲食起来松松，所以嘛算饭的额嘛吼。我知影讲我等者要较皇帝豆的汤来啉，所以我本地饭拢食一碗，我佮变做半碗，因为伊就是等于饭。我足侪迄个糖尿病门诊啊，足侪糖尿病的病人，拢讲其实伊饭拢食少啊，啥血糖一直压悬，结果问的啊，有的是讲家己种啥物番薯啊，有的是家己讲有啥物。皇帝豆啦，也是讲食迄山药啦，迄拢算做按饭的额吼。好，豆腐、鱼仔、肉，会记的，就是你若要补充蛋白质，一顿吼，就是按家己手心，因为大细逐个人无共款，以家己的手心为主。豆腐，过来才是鱼仔，鱼仔内底有鱼油吼。然后卵，过来才是肉，肉伊佫有分哦。上好是食2支骹的肉，甲莫食4支骹的肉。4支骹的肉就是安尼猪肉、牛肉，伊内底胆固醇较悬，甲会影响着咱的血油的部分。吼，所以你若要食补充蛋白质的话，豆腐、鱼仔、卵会比肉较好寡吼。食的物件拢会使食。伊遮的豆腐吼，伊遮的豆毋是安怎豆，伊的豆类是黄豆，吼，黄豆类、毛豆。
也是讲乌豆，甲是会使补充蛋白质的哦吼。昨啊，我去一个国小，我有一个图吼，伊是有一个敏豆啊，长长的，我甲伊问讲这是啥物类的，伊是算青菜还是豆仔类？因迄个学校有一半的学生仔拢约毋着，伊叫是敏豆仔是算豆蛋白质，就是豆腐、鱼仔肉即类的，毋是哦。菜豆仔、敏豆仔迄种物件，虽然有一个豆，伊是算青菜。按遮讲的豆仔、鱼仔即种豆仔是算黄豆。吼，也是讲黄豆加工的物件，比如讲豆奶、豆腐、豆干糋，这才是豆，会使补充蛋白质的。过来就是黄豆、毛豆、乌豆，因其实即三个是兄弟仔，像啊，伊是细汉，一个是大汉啦。比如讲像啊玉米笋，番麦细汉就是玉米笋共款。黄豆、乌豆甲毛豆，伊拢是会使补充蛋白质的，伊个是共一种出来的物件。吼，干做即种会使补充蛋白质。按遮的菜豆啊、敏豆啊、啥物土豆，迄拢袂使哦吼，甲拢毋是算蛋白质迄类的。吼，这是阮同事伊家己做，家己中昼食的餐盘，有看起来足水无？伊遮就是有遵照安尼考卷吼，来个考卷。第一个就是早暗有食着一杯牛奶吼，补充钙质。过来啊吼，伊一顿的水果差不多是拳头大。我之前啊有用即个相片互大家看的时阵啊，伊就感觉，伊的水果敢会食过量吼？其实无哦，你看伊的葡萄单食一粒尔，奇异果单食半粒，柳丁单食1/4吼，其实拢食拢介少寡，毋过啥物物件、啥物色拢有食着，啥物营养素拢有食着，安尼嘛是会使。只要一个拳头的量以内的物件，你物件拢食一撮一撮，安尼加起来量无超过嘛是会使。吼你看伊的青菜，吼嘛是3种，比水果较济寡，然后爱饭甲饭共款济吼，青菜甲饭共款济，过来伊的迄块肉吼，鸡腿差不多个一个手心的量安尼，佮有坚果类的，这个是伊逐工拢会食招运的便当吼。你若放伫餐盘内底吼，其实毋免记遐济，你只要看你的便当盒仔内底色有愈济，色愈济代表营养素愈济吼。像我即个便当盒仔内底有青色、有白色、有迄个红色吼，代表伊的营养素至少有3种以上。佮食迄个紫米饭吼，即内底嘛是有花青素，伊拢对安尼身体营养素拢有补充着。平平拢食中昼顿，即个人伊食白米饭，我食糙米饭，我营养素佮比伊加3种。吼，第一种就是纤维嘛，第二种就是米群，第三种就是维他命 E，伊拢伫安尼糙米内底。若讲基本上要食的话，就是食健康，食有营养素有够。就算你头前的物件拢袂记吼，会记即个图。即个图内底伊就是有一个撇步甲大家记吼，你会使甲你的手伸出来者看者，会记的吼。大舅母遮食饭吼，配肉吼，肉无一定是肉啦，你会使配豆腐、鱼仔嘛会使。过来就是配青菜，后尾就是爱食水果吼，拳头大。过来青菜爱有一丝仔油，莫袂记爱食牛奶吼，这个是6个物件拢爱食着。这吼是要趣味的，甲互大家一个互动的。若讲我家己摇好啊吼，我是要甲互大家家己摇一个吼，你家己想就好啊吼。像金果的物件，拄则有讲过，金果是算青菜，还是算迄个饭即类吼，全谷类的。大家家己想一下哈，因为我无法度看着大家互动。金果食起来松松吼，伊是算是全谷类的物件。所以你若食的话，饭肯定甲伊减量。即像阮妈，伊早毋知影遮拢算饭，结果伊食饭顶悬搁摊番薯，搁配金果，搁煮番麦汤，这全部拢是算饭迄类的，伊毋是青菜哦吼。所以家己爱了解这是啥物物件，甲知影讲要安怎补充安尼青菜，还是其他营养素。过来，这叫做红地豆，红地豆食起来嘛是松松嘛吼。迄天有个人会叫是伊是青菜，我定定伫外口社区的时阵，做侪人叫是伊是青菜，其实伊是算饭迄类的，因为伊淀粉的物件较济吼，人去检查发现讲伊松松而且伊的糖类较济，所以伊是算饭迄类的吼。过来，这个是带讲的敏豆仔吼，敏豆仔昨就是迄学生仔拢约毋着，有一半拢约豆仔类，毋是哦吼，伊是算青菜哦。
伊是算青菜哦，吼，我甲伊交毋对啊，歹势我甲伊煞过。伊是算青菜。过来毛豆吼，毛豆甲是算豆仔类哦吼。吼，但豆、毛豆、毛豆、黄豆甲乌豆，伊是算豆类内底，才会使补充咱的蛋白质。啊，土豆伊是算油哦吼，所以伊嘛毋是伊是算油脂的坚果迄类的，吼，差不多伊大讲的啊，一顿差不多3粒，一工差不多10粒啊吼。我家己讲嘛，做想要笑的，吼，10粒哪有够开对，所以我有当时啊，就是3工食一摆，一摆食较济，一丝啊安尼吼。啊，这嘛是互大家搁复习一下吼。拄则讲，逐工早暗拢爱1杯牛奶嘛吼，所以规工就是差不多爱2杯牛奶补充钙质，嘛是会使帮助咱的血循环，然后互咱的血压控制有较好寡。啊，而且够拍的人拢食无够钙质吼，所以伊保健素上重要就是第一句就是讲每工早暗1杯牛奶吼。过来伊遮互大家药吼，即个到底是逐顿安尼两豆腐鱼仔肉爱食偌济吼？拄则有讲哦，迄个考古就讲一个手心的大小的量嘛吼，是安怎？毋是当手心，因为即摆的人拢大鱼大肉，拢伤济啊，所以有建议讲你适量就好啊，差不多是家己的手心的大小就有够啊。啊，即个第三，即个问题，伊才有一个问题，就是每顿当中吼，安尼青菜甲水果到底是要安怎食较健康吼？伊才有3个要互你药，吼啊，伊其实答案就是第2个啊吼，青菜爱比水果较济一丝啊，吼，青菜纤维较济，水果有水果的甜，所以嘛会影响伫咱的血糖嘛，袂使过量哦吼。啊，即个问题，这上尾仔一个问题啦吼。啊，即个问题定定拢有人摇毋对，想要甲大家问讲，到底对一个1号、2号、3号、4号，对一个才是真正的健康餐盘吼？啊，答案是按先看哦。每工早暗1杯牛奶，才无牛奶就煞吼。每顿水果拳头大，所以按来看者2号个毋是啊嘛，就是1号、3号、4号。过来哦吼，青菜爱比水果较济一丝啊。青菜1号是青菜甲水果共款济，所以1号嘛毋是嘛吼。啊，3号则青菜比水果较济，4号嘛是青菜比水果较济，安尼有可能是3号，嘛有可能是4号哦吼。啊。佫有一个考古就是豆腐、鱼仔、卵肉一手心嘛吼。啊来看食3号伊差不多是2个手心，伊有一个鸡肉吼，啊个有一个肉，啊佫一个迄个卵啊，所以伊差不多2个手心是淡薄仔过量寡，所以安尼答案就是4号吼。啊若要食一个健康的餐盘，一顿爱食招匀，差不多就是水果1粒一个拳头，啊青菜爱比水果较济寡，啊甲饭共款济，啊肉的量适量就好啊，安尼。好，啊这是上尾仔一个投影片啦，啊这是按云林县政府伊家己挑的，我的健康餐盘的健康操，吼啊这本底是有讲要甲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影片，啊毋过做啥无声音。啊嘛是互大家看一下安尼吼。我看一下画面就好啊啦吼。等一下，这安尼馆长甲迄个社区的民众，民众对，这是迄个伊有国健署伊家是拍迄个我的健康餐盘的运动啦吼。啊，就是叫大家做伙跳安尼。大家我连讲会甲即个网址互大家吼，互大家参考安尼。啊，今仔日讲到遮，多谢大家。歹势耽误大家时间，歹势。